前到冲，攻到冲。好，刚开始，相互协调手旋3冲，前到冲，再冲，3冲，攻到1冲，再冲，3冲。 从前时间前到冲，攻到冲，目前有人请坐下。各位师兄，咱从点从小一点，大家晚安。目前人晚安。希望天的师弟，继续过下位吼，跟这边，今年这回做的，我对咱泰国等，伊作为走3国家啦吼，对泰国去开新船团。 对槟城，走对越南，这个最主要是越南开新活动，天师姐点高奖，会使甲讲迄个气势真好吼，真是上天的这个恩惠啦。虽然大家身体上的疲倦，不过在心灵上的发展。 因为有感受着讲，咱人来到这个世间啦吼，那么医生很贵啦。医生就是讲，咱去留落来生活足宝贵的。因为上面同学已经71岁啊，71岁啊，已经用的时间已经有71天过啊，去留落来是足宝贵的时间。因为这个时间到了，时间到结束了，这世结束了，敢毋是？ 不能讲医生很短，留落来时间无长，无长的时间就代表是可能敢是安尼，足可能敢是安尼，你敢袂使多承担。你今日一直走到你今日迄个马拉松得要到，你通放落去。那安尼，你走一段速度半，头前迄个蓝带吼。 终点是头前嘛，你怎放落去？安尼你会当结婚袂？你会当结命袂？袂当。所以咱一定会走到即啊，剩头前1里路呢。所以这个咱来提升。无论安怎，较早咱迄个啥物人呢？食树王先生讲，用白嘛要甲白去，用高嘛要甲高去，敢是安尼？所以，一段过程内底当中。 咱有感受到人生，这是咱真正是一个后半段，这是一个足可贵的所在。包括发觉人走世界马拉松，走到头前迄个蓝带，走袂行，袂行以后，你敢知用平，一直爬要爬到迄条蓝带，因为若迄条蓝带忘掉，这就因为伊就是无去爬。但是忘掉了后，有一个命数。 你第几名就是，虽然讲你到迄个所在，因为你爬去忘记了蓝带，做分数，你第几名？你无忘掉，就是代表灵魂。所以这就是因为运动家的精神。如果你修好嘛是要运动家的精神，这个是精神大海苔嘛吼。那因为这个音乐，搁互咱继续讲这个金融经，但是。 新大哥，伊这是老先辈者吼，过去有听过新营邱经理讲过金融经，嘛听过柯经理讲过金融经啦吼，伊的角色嘛真大，所以伊咧问我问题，我就听伊的处理，这嘛是
也是无简单的前辈啦吼，应该是若会机会互节目跟咱分享一下吼，你上好啦吼。因为咱进前讲到节目题目经的第13分啦吼，甲第13分。那第13分咧，咱讲即摆这段啦，我们英啊，才开始讲这段啦吼。那因为要开始讲这段进前啦吼，咱我毕竟先甲咱讲即个，甲咱大家做一个解说。因为伊这段就讲苏摩地为温和，如来有所说法法，苏摩地的不言，世尊如来无法所说。安尼当中呢，有阵时咱各位会产生足侪疑问。你讲如来无说法，是免咱度化众生。不说或者普密，因为金刚或者普密温和受持，伊问这两个问题。第13分问这两个问题。金刚或者普密，若要甲讲起来，自性中产生智慧，咱心上平安。金刚或者普密就是即句话来解释，用白话来解释。金刚就讲自性，或者就讲智慧，普密就是讲经常人，换一个解释，一个解答。那因为即个句话是因为要讲本体，阮即个本体要哪来受持？第二段话，伊讲安怎来受持？阮无讲即号金刚或者普密，咱是要安怎去了解金刚或者普密问题伫即个所在。苏摩地的发言，世尊如来无所说。咱会感觉奇怪，如来无所说。三波十二，你来到12部经，这个3,012部经，伊讲遮侪经典，伊讲如来无所说，其实若要甲讲起来，说是无说，才是真说。因为我讲的经，但是我袂使证明我咧说。敢若讲起来，咱我过去常咧讲一个意见，看字无生心，听字不动心，讲。每一天你话讲五经见闻得受持，五经见闻得你要受持啊？五经见，迄个见无见，但见我解；闻字无闻，这个无法解；受字不字，这个是法解。迄就是讲，我今仔日有讲，但是我无证明迄个物件，所以毋是讲我无讲，若无讲，咱今仔日。他会当去了解这物件，所以伊即个话，咱学用安尼甲咱讲，互咱去做一个了解。不说或者普密如来说，按世俗就是按世俗来讲的，即是有说。根本这是世间法，世间法。世间法就是一个缘起的物件，就是咱过去讲的，讲啥物件？日祖为人讲即个讲。当用名言无实性，当用名言无实性，什么叫做名言？名言是圣人之言，名言啊！名言是原生的名言啊！伊透一个实性伫内底，伊无实性。你金刚或者普密，迄是一个文字，迄个实性。你是按照世间法你讲的一个物件，按真地来讲，即位或者普密，缘起成空。缘起无我，即句话道理是怎讲？头前句话叫做有，后壁即句话叫做空。当时就是讲你缘起了后，你袂使chấp住迄头前迄句话，那叫做chấp，叫做妄想直接走出来。毋过你缘起成空，缘起无我，听好，头前迄句话叫做有，后壁即句叫做空。那空有不离。空是无离有，有无离空，空有不离的内底，当西中道理出来呢。上后边句啊，迄句话啥物件？是名金刚或者普密，伊是一个是名。所以呢，因为一切法来讲起来，无非是应机啦，应着众生的需要，伊毋是真正。这个问题，咱常咧讲，我今仔日对这个要改变，是毋是应着即只牌啊？你若今仔日对处罚法比较应着只牌啊过啊，过你怎想写只牌啊？
若先摆你用去呢，还是某只牌去换顶面？若你叫做接啊，对不对？敢无好啊？你食敢无药啊？用机用敢无药啊？敢是？如果敢无药，你敢无继续食敢无药？这道理是安尼甲你讲，该需要去用迄个机，该无需要，你来切，你袂使去接，因为你已经迄个因缘成熟啊，你无需要再用迄个物件。啊，若你搁执着迄个物件，就是安尼啦，就是你今日袂得啦。食感冒好啊，你要继续食感冒药，叫做湿药生病。你执着了不生病，咱今日已经金刚发了无面，文艺应机，即开金刚发这个无面，是毋是安尼？因为你迄个空，迄个有元气成空，元气成空你听无？即话你来听吧。元气就是讲，因为即句话出来了，叫做因缘生发。咱大家做伙拢叫做元气，对不对？阿母爸囝母囝，一切形象出来拢叫做元气。但咱元气咱是咱识着这我的，这你的，敢是安尼？就是有我的，你的，当然是痛苦；有你的，我的，当然是成熟。敢是？咱今日去学经典，就是有一个物件，你互咱识。那安尼当中，迄个经典，互你识，你变成啦，你变成上个大病，因为你学你要学叫如如，但是因为你今仔去执入经典内底当中，那安尼当中，迄毋是叫做要进入如如，那你今仔有执哪个如如？如如嘛是个解释，叫做平等性。但是咱无法度达到平等性，就是咱的心有病。只要你心有病，你叫做执；你有病，你叫做执。所以元气成空，迄个元气了后，我感觉无你啊，足清净。人讲我出话，迄话是毋是元气啊？我听迄话听着了后，我听得出欢喜，安有成空无？无。我听一句话。元气，我听作受气，我作受气。啊，你今仔有成功无？你无成功，因为你一句话就甲你绊倒，因为你无平等性。你因缘你死伫因缘中的内底，因为你听着还是分辨，你无达到元气成功。但是你若元气了后，有一句话入来了后，你用平等性，无甲当作迄句话是伫我的心目中产生作用。那安尼当中，你敢会受气？你敢会欢喜？其实受气甲欢喜拢叫做二元对立法，迄拢毋是真正实法。所以咱来学了，迄元气对不对？咱欢喜甲要害，咱甲你讲不好听，你受气甲要害，安尼个元气成功，无啦，元气就甲你失掉了。所以这道理咧，甲你讲，你面对着一切因缘内底当中，入到你的心，你要安怎达到平等性质？要达到你的心无去念足的物件，但是你真正要写这些物件，毋是遐简单，我自己无去。所以呢，因为一切法不是因机啊，叫做随顺因缘啦。因缘所生法，无有因缘所生法，它毋是自性，当体是空嘛。所以你真正上来讲起，即是当体是讲是名或者分别嘛，是一个方便的大名尔嘛，透一个迄个物件。因为我若要用着即个名，你要安怎去学？你嘛毋通去学。但是我若用即个名，你搁执伫即个名内底，那复杂到是句话。我不说不义，世人死在文艺心上。我着说不义，世人死在文艺经典的心上。我着不说义，世人死在伦理心上。但是你是要了解，对我讲。我要讲，你搁执入经典；我毋讲，你搁执入空的内底，执入轮回内底，安尼讲我毋讲。所以因为无讲都袂使，也要讲都袂使，安尼听有无？无讲你太慢。迄个文艺是要咧下一个文艺发展，我拄则讲含心导播咧讲，迄有一个时尚发展，有一个文教发展，有一个文艺发展，迄个分来讲叫做三发展而已。
实相法则甲观念法则是咱的心，文艺法则是外口的物件，叫做文艺。迄个法则就是性命的地位，迄个法则，毋是日后所刻定的些物件。诶，学业知识，毋是专科知识，毋是。遐校所读的专科知识是袂当解脱，因为伊是即个世界的内底当中，为着你未来要去求学，你未来要去趁钱，你爱读伊专科的物件。比如你读会计，你读经济，你读脑的，你后壁出来成绩，针对着你学的专科去趁钱，敢是？迄叫做世界法。但是本个经典就参照我之前讲，一粒会有形的技能，甲一粒无形的技能。你学习这是无形的技能，这是你世间你应世间的经，你要甲人学一寡知识，甲人社会生存。毋过呢，你若转去了后，迄对你来讲係拢无办法。甚至你伫即个世间，你到医生，到什么外悬的即个大学，你读出来到了后，拢世界外的物件，拢袂当带得入物件。就参照咱拄才咧讲，迄粒袂出的技能，袂生破题的技能。毋过咱经典当中，就是文艺法则、性命的地位，这是有形的技能哦。这个若有咧个艺术家听哦，敢是咱若有第句的就是关照法则。你因关机，关这句话，这句话是咧讲啥物件？是讲经过法则在落面，法则定义在你生命，你用着了实相，你用地位去甲关照你内底实相，毋是用个手看，毋是用想的。你有法度看这物件出来无？毋当来咱看到伫圣经来讲行亲法则，有当印证来讲印证。我拄常信大哥讲，好。武则天来讲，无上行亲微妙法，行亲是毋是行亲法则？而金刚经的第14句话，第14分理想法则，苏摩地文说是经，铁人一刻，目屎人合掌恭敬地佛言，其有世尊，佛说如是行亲经典，我将识得归咱而问如是之经。佛说如是行亲经典，我说我读到阿罗汉，我也同了解你佛咧讲的行亲的物件。意思安怎讲？你是说的是马眼过来，天眼过来，伊到佛眼，伊也袂到佛眼，伊也袂到菩萨眼。所以你当然要了解到佛说如是行亲的经典，哪有遐简单？无可能的物件。所以这句话咱一定要了解。所以呢，而且这头前这句话是咧人讲啦，凡所有相，拢皆是希望，拢是一个世界显现的物件。所以呢，因为伊这咱之前讲过，我无必要再做讲这啦，所以呢，伊甲你讲甲你已经甲你讲的时阵啊，迄个叫咱其实佛理金刚经，甲咱讲四名金刚法则合理，伊是文艺逆动风气，逆动风气啦所以呢，而且来讲，佛咧讲苏摩地，如来有说法，苏摩地甲讲，因为苏摩地是解放地。已经了解佛道，因为伊的意境有这个所在。咱讲如来无有所说，如来无所说。如来无所说，咱才会捌。伊毋是无有所说，伊是说而无说，说而无执。就简单讲起来，伊照着这文字讲互你听，但是伊甲你教，你袂使执我这文字。因为你要有地位，你若有地位，你就开始，你就有一个我咧得经典，有一个经典我得安尼叫做注意，安尼叫做执，叫做妄想的执着，是不能执着。迄是差小看尔咧，你咧听啊，大圣经典，你是差小看尔咧。迄若无真正你用迄个物件落，你真正上无呢，嘛是咧听无呢。
所以呢，伊开始伊对遮甲你讲伊第一就是语文开了，下面就是解作第二语文断无说字，合略解来断无就是讲断迄个无所说，因为正来讲如来无所说嘛，敢是？但是伊要甲你讲，伊甲你讲，因为这个物件说的这个物件，就是拢叫做气界。这个气界就是讲世界外的物件，这个叫相。气界，我咧甲解释叫相法，伫世间的相法。但是世间的相法，你无看这世间的相法，你无写都袂使哦。我来讲个是简单比如，无咧听咯，若惊袂好势，无先快也袂使。无你若惊看卖你是若想迄个讲小众看也好啦，中众看也好啦，你叫看若要先快伊一个飘落，先快有重要无？咱要袂入你前，你这个法有重要无？咱要袂入你这个法，你若毋捌，你若有叫这我甲你办答，你外道甲讲个实法，你毋捌，你惊咱听袂去毋捌，你我同你理袂开啊，你解袂开啊，当时你解袂开啊，我想心导哥做安怎啊？金刚经那是会重复我怎讲？我金刚经，若是第一分到第八分，伊是咧讲信，伊是讲信。第九分以上有上分，到灵小明分第六分，讲叫做解。第17分九九五到第20分伊咧讲起。第23分到结束32分，伊咧讲啦。因为你无离开这四大科，但是因为你每一科性格形成有相像无？有相像无？伊无信，你无信，你要去解袂开，你要相信无？无信啊，你要解袂开，解嘛是疑滴的。你来看开，你看袂开。免解啦，解袂开，你行出去个，你行出拢毋对哦。你若解袂开，你行出去，才会当深着后尾落什么三毛地哦。这是一路来的学，这四大科足重要。性解平静，所以伫这个课当中呢，因为伊即马这个物件，就是咧好些物件，就咱同我拄则有咧讲。伊就是下面就是断无之说，何有了解？咱头前迄段就是讲，如来无所说，若无所说，是免咱去了化众生，免度化众生。所以伊这段话，伊就用比较来继续来甲咱拆开着迄个断无之说的物件。先，我们来念一遍啦吼。娑婆提，娑婆提，无以为何？无以温和3000大千世界，3000大千世界，所为定，所有未定，是为多好，是为多好。娑婆提言，娑婆提言，信多世尊，信多世尊，娑婆提，娑婆提，诸未定，诸未定，如来说为非未定，如来说非未定，是名未定，是名未定。如来说世界，如来说世界，非世界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伊即摆就开始咧讲，用着足济的迄个数量来叫做照亮。伊讲头前咱咱好做来解释，前面娑婆提回答世尊，如来无所说，虽答是无所说，并毋是分以上无所说法。所以说法的目的在于断除众生一切烦恼之病。病后好啊，这叫做发药；
但是恐怕众生搁执着生命，所以师父提，当回答着世尊如来的无所说，伊当下回答如来无所说，因为惊众生搁去执念，不能讲迄物件，所以因为依捌伊才断掉伊。所以处依处这个解开执着生命的过失啊，行咱会当讲，我已经捌啦，要去执念，无有法子可变，我通去执念迄个物件，就是讲我已经到厝内到彼岸，厝内到彼岸已经到马卡，我搁行执念即只牌仔顶，行众生这个病，因为真众生，这个病真厉害。伊安尼讲，因为你若无，会感觉无，伊就感觉无所依啊。但是伊无拢求到空性迄个真理。我想要做简单的比喻，咱头前3分来开条，到我顶完那个开条，恁来要拜，恁来要拜，你无看到佛啦，迄个是佛。我若要甲讲，若讲看上经理是啊，敢是佛？爱晓看佛。敢是佛伫对一个所在，你心有佛，处就有佛；你心若无佛，搁离遐完全佛嘛无佛啦。咱众生若无遐佛，你袂拜呢？伊就无法袂拜呢。若安尼叫小气咯，毋爱摸钱叫你拜。你这无福啊，你这心无福啊，摸钱叫你拜。所以世间的人，就是去执着什么物件？执着我要看过的物件。我想说一个比喻，一粒黄金，甲一罐迄个氧气筒，氧气筒啊，这两个咱两个要出来，可能你这个时阵啊吼，这罐氧气筒要甲你换黄金，你要换，你绝对换，你才要换。唔可能今日去洗迄个垃圾，西装有4000几公尺的迄个山顶哦，迄氧气是足好的物件哦。当你今日你这氧气要甲你换，这黄金你换对不对？因为你嘛拿氧气，无你嘛去当，但是唔可能因为今日你咱若係咧爬去到山顶4000几公尺的时阵，你已经缺氧的时阵，人会倒的时阵。你今日用这条黄金要甲换氧气，咱换你无？咱换你无？咱换你啊！我换你换我死啊！你无换，我互你摕黄金的人袂换呢？啊，你黄金来甲换氧气，拢换我摕氧气人爱死啊！伊然就讲，伫迄个时阵，迄个空气足好，空气足好是要靠空气，无可能即款氧气是袂换的呢。啊！你摸只黄金，你摸只黄金啦吼，就咱常咧讲哦，你今日你执念一切执念你的黄金的内底当中，你是保护，但是有一个时阵，你比黄金较价值的，就咱讲黄金，迄叫做国际和平，迄是比黄金较价值的物件呢。你这个时阵看无？你这个时阵看无？唔可能你去到迄个所在，我即个比如你听啦吼，你去到迄个垃圾，迄个4000几公尺，当你缺氧气的时阵，你用黄金要甲换迄款氧气，人换你安尼。人，你哪感觉迄个氧气比黄金较简单呢？敢是？就对无？你换到看咱水，哦，啊你一条黄金，我要行过戈巴沙漠。迄个山无是当时三川要行，迄个山无是行过来紧的呢。但是我看一罐迄个矿泉水，这矿泉水伫即个出来的当中，伊迄个矿泉水要换黄金，你换无？你安怎换？敢是？你摸条黄金，甲罐矿泉水，你行到迄个一罐戈沙沙漠，迄一罐4分钟拢做无水的时阵。你开始若有记底啊，记底你听无？就是已经足喙干。你用迄个黄金要讲换迄个矿泉水，人要换你无？伊绝对换你。伊若甲你换你，换你个矿泉水人死呢？啊，伊若
若要活是天经人死呢？毋过咱而且无感觉哦，咱到经过一看，你迄个环境你也感觉着哦。就我咧比如，咱今日去比赛上课，咱感觉无可贵咯。哦，无可贵，啥无可贵？因为我是人无发电脑。当你未来世界你到迄个未来进到迄个世界的时阵，你得到发这科技的时阵，到摕条黄金的时阵，你爱发这科技的黄金。发这科技是当伊要到净土世界哦，毋是摕条黄金，迄条黄金是无路用的哦，去到那是无路用的。咱今日真正伫厝内到品来的时阵，真正船是应起着你要过节的时阵，你的重点毋对，你的重点就是你有法度落船，你有法度落船，但是重心就是无走落船，伊较急的，即摆即我即只牌啊，哦，就即我只黄金，因为伊无了解迄个空气甲迄个矿泉水比黄金较简单，伊无了解这物件。自己的当中，感觉迄无简单，去到迄个所在当中，伊哪三分叫做简单，敢毋是？所以呢，伫遐重心这个世界第五，你今仔日已经感冒，药已经食好，你就继续要食感冒啊，若安尼当中，你会感觉袂需要。本来无代志，互你一个月有起码害了，感冒药出来了，感觉了。好就好啊！你现在继续要食，食到一个身体都害。我讲啊，你已经开悟，你是按照一直的执法，迄叫做法执，法执咧到第六点当中叫做执法，敢是安尼？安尼当中，咱查法到尾安怎？都叫过执条的，叫做自我、心我，叫做执结。所以呢，而且当讲啦执着生命，使我哋回到世尊，如来无所说，迄个执着执着生命的过失，行着执着生命的迄个过失。咱来讲起，你就已经好啊，是安怎一定安怎食药，行得着迄个过失。所以佛道含师我哋来对待当中所谓的，而且讲无所说。毋过种心听着无所说，伊安那？要规个拢打，那佛道讲332部经，对不对？332部经，伊讲遮侪经典，你讲伊无所说，但是众生无了解佛教所说。因为伊说无所说，生命叫做真说。我讲些物件，但是我连九代志都无，我心里真是讲我咧说法，因为你有一个说，有一个无说，叫做二元对立。所以伫遐当中呢，他说要怎么样来领受教化3800世界众生呢？那无所说要怎教化着3800世界众生呢？所以为了甲伊开这个疑问，佛有性当伊才提起，安尼啦所以这当中，就佛对师傅地提起师傅地为温和，这个佛师傅地为温和，就是佛对师傅地一个讲师傅地，你的心意中如何？伊咧，你佛就讲3000世界所为人是为导护，这个3000世界为人的数目，这爱少啊，安尼就对啦师傅地言成道世尊这尾是啥物件？3000世界，一个大千世界就是咱老过去安尼讲，这须弥山，伊的边有四大天龙，边有石板叫做道理天，这个边有一个沿海，这个山是八百由旬的东环所合起一个山，有叫做咱这叫做南疆部洲，咱这叫南洋部洲、新疆部洲、北洋部洲所围起来的一个佛道所教化一个单位，安尼叫做一个3000世界。这个3000世界用3个叠数，用3个叠数来算起，就偌济你敢知？我过去咧讲。
11粒地球，9999.9。哦，数字啊，用一个数字甲算给恁听无？就是有遮尔啊济个世界，咱即粒世界，安尼比如什么？这世界就是咱999啦吼，迄个世界，啊，伊个美丽就是啥？就是迄粒世界内底就乌山粉啦，伊安尼比如啦。啊，31粒地球的土山粉偌济？哦，有说无？哦，安尼比如了啦，伊拢用足大的数字来比如叫做圣斗细准。但是甲你讲哦，数学题回答哦，圣斗细哦，佛陀你讲的实在是太济物件啦。但是即句话吼，你会记得咱伫第8分有一句话咧讲，数学题为云何？若伊日以3000大千世界七宝七红故事，世人必学由于道好。数学题言圣斗细准有无？伊嘛是安尼甲做一个回答。伊就讲，你讲的物件是太极，这就佛陀所说的物件，你讲的这个数字，这叫做较量。什么叫做较量？较量就是讲用比较的数量来比较减少，安尼就对啦吼。但是伊咧甲你讲，世间3000大千世间所无美定，以佛法，凡所有法拢存在，拢离不开了。后边有话怎讲？离不开言无言善的因法相。这个物件有数义的物件，拢叫做言句言善。你甲句就是世界。你甲善就是美定，安听啦吼。因缘的法则，什么叫做因缘？许做伙，这粒山叫做因缘，甲山气就是叫做分线，叫做美定，嘛叫做因缘。凡所有相拢是因缘的法则，所以美定在因缘的条件上内底是境界微小的小单位，在缘合成美定的基础。如果要用敬理细的分析，伊就是离不开因缘的系统。跟你讲起来，这拢是因缘相合的物件。反正咱伫世间所看到的物件，凡所有相拢是因缘相合的物件。所以因缘相合的物件，这点咱就要了解。所以咧，甲你讲，微小世界是大，美定是小。我讲安听啦吼，美定是这个了，这个山的世界是这个美定结合起来一个世界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若甲拍开，原来是一个美定。就这粒山这大粒，咱看一粒山，但是这粒山内底有偌济小美定伫内底。这种叫做合甲山，这种是因缘生活的物件啦吼。因缘生活内底当中无实性的物件，无实性你听无？就无有绝对的本性面内底，咱的本性面，大家爱注意一点英文。但是伊内底继续讲，如来说世界，这个世界是名世界，伊这个美定换世界，世界换美定。好，因为美定是合起美世界，世界演变去美定，伊这就比如讲，这个世界。这个美定的物件，所以第4段来讲，注意听，如来说的美定是名美定，如来说世界这个世界是名世界，这个有最重要。伊就咧甲你讲主美定，这个主就是代表一切，一切的美定，如来说的美定，非美定，是非美定。无一个美定的真相，这是一个方便的概念。因为这个凡所有相的物件，拢是因缘的结合，是名美定，方便的美定。因为美定形出新世界，世界叫做美定。这个物件伊的倒换就是安尼。咱看这粒山，但伊美定偌济？经过去，伊沿线的物件，迄粒山的美定。迄粒山的美定结做的就是粒山，一粒，迄粒山甲它延伸去就是美定。
拢是这个变化因缘比上不如自性主体，而且还比如法律出现。地美人有体，就是美人，只不过是一个假名而已。虽然是假名，但是不含有因缘相会，暂时暂时结合。就是换是假意思如来说世界就是世界，是名世界，这个道理是咧讲解说，就是我主张讲这个气界是因缘相灭。什么叫做气？迄个气，换成咧讲叫做气躯，换成咧讲叫做工具，换咱一般的叫做相，凡所有相物件，这种是因缘相合物件。所以气来之上，衍生的分别故不住气界之上。如你袂使去执这因缘相合的物件，伊用顶悬的比如什物件？佛说经讲发这何必？就是换一个这世界的作者三千，这个世界的比如这个世界的执别，会使执。经讲发这何必？伊不可说的物件，无有所说的物件，伊咧来去讲，虽然是这种是一个凡所有上的凡物件，只无实体。伊用这个来讲，若要来讲这个物件，因缘所生的这个物件叫做义物，佛咧讲义物，后壁讲就正物，所以若来讲现象，言其不留，如镜无心。原来这些言不留，这款物件来讲，你离这个镜咧内底，你看到这个物件现象，你离开这个镜了后，离开着这个镜了后，你内底行不留。咱来讲起来，这物件因缘相合的物件，这是一个比如的现象。你安怎变化，拢是一个气界的现象，无实体。咱这样说。经过偌一层偌一天偌一阿弥陀，偌一继续材料发生就一间叫做天然堂点了。这个天然堂安尼成就一个叫做天然堂，有自性无？因为是气界无。到这个颜色颜色当中，这个厝卡掉了后，伊当个规啦，伊当衍生叫做天堂颜灭，叫做气界的啦。气界之上，所有的物件，树啦、庄仔啦、阿弥陀啦，所有安都归个，所以拢无这种无自性的物件。这是咧讲比如，经讲发这何必？伊虽然这部经典的内底当中是佛讲，毋过今日伊今日接这部经，所以伊用到这个三千内底世界这个物件，美人生世界，世界那些美人，这个物件讲嘅。有这些物件嘛拢不可执，拢叫做衍生的物件。因为怎缘起无自性，叫做跨相为理。所以你才来讲缘起不留，如一化三千内的世界，你也是如是。如来了知一切法皆因缘所生，因缘所灭。这句话内底当中呢。这是难讲啊！如来了化三千内世界，世界的理也是如是。这句话就讲出来这句话你也了解这句话，这句话就是了化三千内的世界的理也是如是。这讲什么道理？这个如。是讲是从发展，发展。这个是就是讲文发展。伊经我讲头一个就是讲，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社会上，祈求极波罗王，以大比丘众顶1200万。如是我闻，什么人咧闻？你若无自性，什么人咧闻？咱我这而且讲这个，你若无这个如是，无这个如。你会当真多只听我的讲话嘛？你惊这个你的自性若无离，你的肉体，你惊一个躯体，这个气体，
这个气体，这个气体，这个气体，这个气体叫做身体啦，身体啦。咱来讲的就是安尼啦，身体，这个身体叫做气体，这个叫做气界之体，无有这个如，你今日有当时发生嘛？就产生是会，那较早时候讲安怎，无分的就超人感情吼，就无分的就所以这个如，伊才就甲你讲吼，三千大千，看三千大千世界，若离开这个物件，拢创无作用。毋过你这个物件内底当中有作用，你袂使去接这三千大千世界这有的物件，伊要给你拍上去，如。是上我这个问题，我是死，就是讲这个问题发生。我早头讲，迄个死就是咧讲性命的地位，经典讲性命的地位。咱老早先讲，这个性命的地位会互你上菩萨的物件，有行的家人会出家囝的物件，无行的家人是袂当出家囝的物件。性命的经典。就是性命的地位，现时叫做如是，所以叫做三法界。这个三法界换一个解释，就是对咱自性中以产生出来，经典是性命的真理性，把你绝对叫做无去。毋过呢，你对如的一个性命的地位，第二个地位去清官、升官。去管教，去了管教，对经典、对文艺去了管教，你唔看哦，你不要去看，你唔是看书哦，你唔是看书哦，对啊，这样子看咧，你要管教，但是讲你要有落伍。起了迄个无对这段话，观自在菩萨言清发这婆罗蜜多时，照见我们这句话免咱甲切，一定要记，无都记袂出来。所以呢，伊第二句话如来的文字，这个是上法界和观照法界，对观照法界去体悟了世俗法界，这是安尼去了。所以呢，伊叫你三千大千世界物件，无这个如是。你今日无这三百大世界，但这世界也是一个相，就是我拄则讲，这个自性就产生一个境，这个世界影儿镜像内底当中有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若离开这个镜像了后，内底完全无一个世界，咱的自性完全是清清楚楚。毋过世间的人呢，世间的人。因为伊无这个相，我拄则讲啊，无这个相，伊受袂落，伊叫做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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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执的话，讲你讲哪？妄想执着是不能正定，因为你有执，就要讲正定的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，你就无可能啊。所以甲你讲哦，一切法皆因缘所生，缘生缘灭。所以呢，当体。你有法当体虽然不成道外，所以在三千大千世界，你要看众生的内底，能虽然不变虽然，无有自着世界之相，虽然善，虽然如法，但不良不舍广度众生，所以叫做不虽然度化有缘。你看。缘生缘灭，一切法都在缘生缘灭，所以呢，当体随缘。咱今日修的时候，就是今日我们当体随缘。现在道中有这个行为，有这个题目，有这个对立，我们当体随缘。因为当体即缘，当体即缘叫做情，即为我看法。伫我的情绪来的时阵，我的情绪来时，我拢用我的情绪来做代志。
咱无法度随的，天气啊较热的时阵，咱的情绪就开始袂稳定啊。若拄着工课较济，咱的情绪就开始袂稳定啊。若讲话我听袂晓，因为你开始就稳定。是啊，但是啥物较济？因为咱无法度当体随的，无法度用气顺风。因为咱用即边了，听到的咱的心就接着出来，咱无听到无来。你有法度听我即句话无？你有法度听我即句话无？哦，你有法度靠即句不留不心留该，该，什么叫做该？该叫做阻碍咯，会甲你阻碍着。伊个代志咩代志有啥关系无？毋过呢，所以来有好种。毋过呢，当中呢，你的心，你就有该。有影呢，咱学校即个找了几十个学生出来，无做伙，无了解大家心理，了解了后，一个一个心理大家拢看出来。我无骗你，但是我毋是讲毋对哦，我是讲人的属性、甲人的习性、甲人的秉性，就是拢个体的面向无相像。毋过你有法度，你有法度达到百川汇海同一米，百鸟比山无极限无？咱即个学生这个教分呢，有影呢，你有法度所有听的话，你拢把化作，你拢有把化作不成例外，你无把化作不成例外，有影呢？以前啊，当别人国考六性关系，当别人讲虽然，你有法度虽然不变虽然无？你听到我讲虽然无？虽然有不变无？咱无法度明白，甚至呢，有阵时啊，咱有学无修愈严重，主修愈啊愈严重。这条黄金千尺，一条黄金5两。你若把这条黄金5两啊拍伊的手镯，拍伊的金表，迄叫做一切，叫做虽然不变，不变伊的黄金千尺也无变，虽然甲拍成伊的手镯，伊今年啊，这条5两黄金甲拍成。不变虽然，因为你一个人若会当黄金，会当你拢把这用虽然做这物件一切物件，手镯啦、手链啦、表啦，搁甲样样啊，了完了倒来这些黄金，黄金甲抛一切，你会当做出足个画面。但是阮拢嘛是讲黄金嘛亲像，这个道理来讲。这个黄金虽然变化，你甲拍成手表啊、金表，甲拍成金链，拢是天上黄金不变。但是因为你今日囡仔倒要互这个黄金要甲无爱手镯、无爱挂链，无你都甲烧、甲融化、倒转完全对一条不变的黄金。这道理有听无？意思就是讲，你今日一个自信出去到外口。甲外口细细，你倒转来有完全是迄个风险有无？咱有力量有无？咱有个将来有无？你今日敢行过了后，你倒来了后，你的心有来无？这重要呢。有来就是代表咱的心有杂质呢，咱的心有杂质呢。所以就阮来甲你讲就讲，今日你了我世界，虽然不世界，自着的世界之上。这个自觉原来该是跟执着世界之上，虽言不讳，虽言善，虽然聚会，虽然善，离世界物件，咱随世界的不讳聚会，但是你有虽然善无？有影一件代志，你较过这条啦。一件代志较出条，毋知伫咱第8式跟第7式内底当中，迄个潜意识内底迄个执着性。咱想袂生气呢？咱想袂生气呢？莫若做人讲，阴阳转甲好相转，阴阳转的意识甲未来式的阴阳转呢？因为这两项，这意识甲未来式的作业呢，专心物件，
转平衡性命，甲命运擦边的。你若无转成功，你是会成功吗？你无转成功，你无用随缘，有会随缘善吗？你开一个会了后，你听会答应，啊听袂答应，最后我要找这个是非。你讲未成，这臭米拢袂当讲，袂当讲，人讲无。我上回讲政治啦吼，我这个拄着去做过柯文哲的什么李生秀啊，李什么吼，伊过去咧开会咯，讲好，这臭米拢袂使讲啊，即嘛是向迄个立法委员要撒娇尔啊，去三立的哈，去民生，开始咧讲过去袂使讲物件，一直讲，咱的心魄不掉，心魄不掉，你欢喜嘛集中的，你受益嘛集中的，敢是啊？毋是讲你欢喜，你欢喜嘛是无平均性质呢，你无欢喜嘛无性质呢，拢无咧。要达到平均性质，就讲欢喜甲无欢喜，拢总无自足。不知先不属我，安听无？嘛要知着这个先，嘛要知着是缘啊，本来就讲。你是迄个意见的，毋是我欢喜就无代志呢，毋是我无欢喜就是有代志呢，毋是这个道理。而自心中的内底当中，起了梦想啊，执着的物件，一年如如人，但不也下不了。这物件，这个来讲，虽然是一年一回内底当中，但是佛嘛不下不可众生，所以佛虽然度化有缘，佛嘛是爱度化有缘。但是，伫这世界内底，爱度化有缘啊。明明这个道理啊，吼，的迎刃而解，断命，这断命盖文和现啊，这个和现相宜啊，吼，就讲这个物件，伫这个世界，虽然是佛，咱拄则讲的，如来甲释迦地讲，佛甲释迦地讲，如来无所说法。但是，这段话就是讲，如来无所说法，但是嘛，应机而度众生，是袂使去执着。世间有世间的气，世间有世间的物件，但是毋是叫你盲用，但是叫你会使执。不能度世，不能度众生有执无？不能度众生无执呢？咱拄则讲的，不能度众生。伊咧佛咧度众生，伊咧度众生啊，所以虽然度化物件，若爱去度众生嘛是强的，敢是啊？不能免度，毋是这，伊是叫你忘执，是叫你忘度。我咧较早吼，我咧老婆生无可爱迄种人，迄若度，阮用一本手指簿吼。度一个去一个，度无的去无的，较平常。咱伫迄个八楼时阵，较平常吼。迄时足好无人，前8年吼，讲咱一个车角找无人吼，伊就开始家轿车，连做载的，连载，载用一本手指簿，咱家写。我是蛮宝贵的，我是宝贵的，会使叫你请。阮咧学到一个太太吼，迄个前辈只，我咧做我度，但是阮咧嘛做七，迄度人度真上，虽度人嘛袂使接度真上。但是我就是咧话术，因为你应该是会看过，你袂使接，请咱道中，咱的一般道中。你有看到对一个物件，有你补时间刻一个牌仔了，我给你答案出了，我说对无？因为伊叫你看相，伊无要你接受，但是我无要你接受。毋是你今日去有迄个物件，你有迄个物件哦，迄个物件无了无你的物件哦，不主讲是真讲哦，不主又是真对哦，咱会了解这道理哦。所以，因为伊无要接受，所
所以这个当中然后，咱第二个就是讲语文由人而成，咱今日虽然因为毋是如来所，毋是迄个师傅所说，如来所说，因为如来说的无说，伫世界上的内底当中，袂使无说，说的无说，那是一个真说。但是以上开始来咯，这段就是讲啊正道，顶段就是讲医道，3000大千世界讲医道，这段是讲正道。师傅第，我来念一遍啦吼。师傅第，师傅提，无与温和，可以30以上见如来佛。可以30以上见如来佛，不了世尊，不可以30以上得见如来，不可以30以上得见如来，可以講。如來說30以上，如來說30以上，即是為上，是名30以上，這段話講起來啦吼，這個你講，咱台灣講一個正道，一個正道，一個叫做義道。拄則，美平甲世界是講義道，是咱這個肉體所依的物件，但是正道袂講這個肉體。佛有30以上，實有無上無量上，上有無量好，好有無量莊嚴。所以呢，在這當中呢，咱的《金剛經》的第5本就講了，可以欣賞得見如來佛。迄個欣賞伊是無分做30以上，但是迄個欣賞就是講30以上，伊會變化上。在這個題目只畫一個名相意義啦吼。因為可以30以上得見如來佛，前面說如來說世界為世界是名世界，迄個如來了化3000大千世界，按世俗來講起來啦吼，有一個了化3000大千世界之上，但是按真理來講起來吼，愛無諸理想。雖然有一個3000大千世界，色化3000大千世界，但是這個世界會使出，袂使執，迄就是緣起的物件。咱這個肉體，咱這個肉體嘛是講緣起的物件。你袂使，咱人家講啦，你袂使執伊這個肉體後尾，我無想要轉來。咱人上個執得，這個肉體要紅包袂分。上個執，但是我想講，你做個執，你上愛肉體，你講免放袂開，你唔免放袂開，你嘛要放袂開，因為這是一個世代計劃，雖然我講結成四大家，但你嘛當這個繼續有那種進步，那報條要巧用我不然伊攏袂使用這個，有進步，是事實的啊。唔過呢，咱老食到7、8歲，伊嘛想講是上好82歲上好83歲。王永平有無？王永平是迄個咧做生意的時陣，因後生甲講，爸爸，祝你100歲生日，還是100歲生日，王永平無歡喜呢？無歡喜呢？因第後生啊啥，伊老爸無歡喜講，爸爸，祝你120歲生日，那笑出來呢？但王永平食到100歲了，講美國80幾歲就巧伊啊！我食到100歲，無呢？有進步無？伊嘛無愛死呢？聽做小朋友呢，講是820歲來，敢有死？嘛是愛死。所以呢，其實這個氣量之上，這緣生緣滅的物件，這一定走。咱來知影，咱咧過真是過這個肉體，咱咧過是咧過迄個自性，迄個光明迄個物件。按你過迄個自性，你袂使有執，一定愛無諸。而且當然講無諸以上，緣起性空。如來說世界，如來說世界為世界，在真諦上到底是空。在基地上、假地上，如來說有一個世界，即為世界。有一個世界的相叫做緣起，在一個真諦上緣起性空。
对不对？你当地即块，毋是讲你的物件空，是迄个物件毋是你自性中的物件，迄个物件是自性中外口的物件。所以呢，伊即地上空无所住，袂使执着。世界也是一个，即个世界嘛是一个假名，嘛是一个美人阻拦的一个世界。美人是世界甲拍开的一个美人，但是呢，迄种是一个缘起组合、缘线甲拍开起来的物件。所以呢，伊用迄种来做解释，而众生既然一个世界只是一个假名，这个世界是一个独体一空的世界，那么如来呢，先来讲啦咱我拄则讲了独体一空的世界，那么如来依着世界叫做依本，因为我这个是当嘛是依本，这个是当嘛是依本。依住咱今日咱聚会，咱今日开班，依本，我这个肉体是正，但是你这个肉体是正，这间厝嘛是叫依本，但是这叫依本，凡所外口的物件，是你心情的物件，那种依本。为了防止不留古说，六母是我的，是我的为温和，为着要好，是我的开始是我的为温和。这个是不动是我的，是我的在你心里中感觉怎样？而且后面来讲可以32以上一个出来就要讲正法，讲到这些肉体来用这个不算的意思是讲解非解，上非上，但是理者互相拢相连起，那么有算互相有相干吗？是我的体解不义的正道，不了世尊。不可以32以上结见出来。这个如来心有无量相，上无量好，好无量庄严，拢毋是过去所修来，拢因缘来嘛。但是这因缘所生的物件内底当中呢，迄敢是如来实相，毋是。即马就是来看上去，含这个肉体都毋是实相，这个肉体嘛是上因缘所起的物件，上因缘所起的物件。所以呢，是我哋讲直接讲说，不了世尊，无可能，不可以32以上结见出来。这个内当中呢，来讲爱理想，才可以见到如来发生。这是我哋以前无理想，咱一定要怎么样？要理想，你今日去接一下，你永远袂当发现你本想。按怎讲？徛马咧厝边，徛牛咧找。咱今日说若讲袂开，你当遮是分，你永远找袂你家己。因为怎讲？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将来名色性。无生劫来成所本，欺人换做本来人。但是，咱当作是咱即只有。就是你，咱当作是你，这个肉体就是你，咱当这个物件是佛，其实咱这个唔讲嘅，迄种是一个因缘生活的物件，众生所有遐物件，但是因缘生活内底当中爱一定爱放下这因缘生活，你无清摸，地位若无起来，这个理想的你，有影咧，地位无起来，这理想的你，必然讲。地界什么现象？这有些物件，我相、人相、中相、寿相，有少无？少较聪明啊！所以见佛爱有啦，要见到如来发心，只见到如来发心，迄个如来发心就是讲你家己迄个自性。咱来讲，你毋是讲要去见到迄个释迦牟尼如来发心呢？你要去甲伊400至2000几年去啊，你要去见到伊发心。你家己迄个发心，你即个含你搁遮食，含你穿衫，会有你有感觉，迄个叫做如来发心，安听无？你若无迄个如来发心，你我当前发声，我当前发声，你嘛袂
伊现在来讲有外分，外分是正反对，外分是讲你表上外分吗？外分不是说外分吗？不是，你今日会做事叫做说法外分，你今日会做歹事叫做说法，叫做啦，叫做借书外鬼，借书外鬼啦，借讲外分啦，知影无？所以咱今日新闻，咱就是要做真正要做最高的外分。所以你咧头先来讲哦，清末理想要建国的要旨，建国的要旨，由精兵为美定，为世界的道理，启蒙到书本的所宣传，因为这物件，美定的物件是外属的取代的物件。这个物件叫做医本，离佛道用医本，甲用30以上的正本来比喻，给咱建立出来的生活不良习俗。咁听有意思？就是因为你无论你正本甲医本拢出色，所以你才来讲，因为30以上只是一个经验生活，嘛是经验生活。妈妈生活了，咱甲大家有些相你对，人家照相，看你甲伊有些相同。因年少的物件拢袂相像，毋过咱是相像，咱是同相像。毋过逐个物件无相像，上天互咱迄个自色就是8%，那叫做无量光无量寿。毋过咱如离开到迄个实相了后，来到这个世间，咱即嘛有几%？咱即嘛是40%吗？60%吗？50%吗？40%吗？我想要比如啊。100%就分啦，咱本来面目啊，90%就菩萨啊，80%比丘分啊，70%阿罗汉啊，60%天神啊，50%成人啊，40%阿修罗啊，30%落鬼道啊，20%畜生道啊，10%是啦，地狱道啊，地狱道就离我去3年咧，敢是安尼？你上天互你迄个自色是无量光无量寿哦，迄是100%哦，但是咱即马走啊出来，咱即马若走对六道，迄叫做当时应该大声来讲，用者打算的，你六处是你行对天人处、天处、人处、天道处、人处、阿修罗处、恶鬼道处、畜生处、甲地狱处。迄六条路，你即马是要行去做啥？迄六处呢？你的兴趣，爱跋筊的，爱做歹代志，你着即处走对去啊。你会当行仙，你会当做福报，你会做天处去啊。咱今做人，好想要做外，歹想要做外，我哪袂成功？要做人处来啊，咁是安尼咯。做人处来嘛，分做作者。个人了无相像呢，是做人尔呢，免着做到对。穿毛衣呢，无穿皮衣呢，毛衣着做鸟啊、鸡啊、鱼啊，穿皮衣着做哪？着做鱼的龟啦。做较人类的就是要控制迄个物件尔。所以人生来讲，这个世界不少路数。毋过咱今日去知影咱要求到四圣地阿罗汉去自阮菩萨高分，这咱追求目标。要追求这目标，就爱从70%的能量去上到无，就参照你咧考试写上60分是无，60分会当及格，60分无会你也无及格，你爱拍第60分啦所以呢，才来讲3以上就是今年生活的物件，生活的物件，颜色颜面，皆存在以上，所得靠这个处理，不可以30以上得见如来，伊甲你讲。这种是不可能30以上得见如来可以讲，如来说3以上，即是非常生命3以上，这3以上，3以上，3以上即是非常，缘起30以上，即是非常缘起成佛，即是生命3以上，是方便讲的。缘起3以上在这个。缘起成佛，离佛靠上缘起成佛的道理是一个深深的物件。你缘起成佛你听无？这句话你来听会捌，当看会捌。缘起就是大家相处做伙拢在缘起。
你听一句话好听，歹听拢叫做言气，拢叫做言气。你学好朋友歹听拢叫言气，但是言气成空，你言气了后，伊讲的话，你的本性听得到着，爱作清净，爱无量，唔通有一个的应用，叫做言气无量，言气平等，言气无病。这言气清净，这是安尼解说，足侪名词通解说。但是离佛教上叫做言气成空，你言气成空的内底当中，迄物件拢袂了伫你心性中的内底，因为你用智慧来看，你用知识来看，用知识来看。就参像我讲的，你行过一个草坡啊，迄草刺啊，你牵着一领仔种仔雨，你规反正规领雨的草刺，你看过未？敢是安尼？因为你行规草坡过，迄叫做言气，你含迄个草坡言气，迄个赤查某的迄个言气，含行过伊的迄个草坡，唔管你穿领裤，安那？用较好，你倒来规领看过未？讲草刺啊，这个我讲你听啦。唔管你言气成空，你穿着一领雨衣，安听无？你行规草坡过，你倒来，你这领雨衣会掉咧？意思讲，你的心受到上这领雨衣才病才困，你袂去念着，互迄草刺袂去念着。你袂因为一句好听的话念着，袂因为一句歹听的话念着，你叫做无碍。咱今早为受阮对为了，为受阮对为了是啥原因？就是咱的心无碍，咱的心上底无碍。所以这内底三字上的内底当中，三字上一念生发，所以言生，言生上生，言灭上灭，将归结上。假象的出，这拢是一个言性的变。真正上理上无处，我咱讲即个无上发这个空开来啊，但是迄是一个灵之上，名之上。所以呢，伫这个内当中啊，人讲哦，真理无为，而真正有智慧人无为，无自自上，无自着自一切。这个自上就是一切上，无互一切上把你绑掉。你有真正智慧，就无互一切上把你绑掉。非命运，非世界，说明这是一个自上是假，不可以处心。不理说理想，也是为了度众生而出现的因缘生发之上。所以咱来真谛真理发生，不是处上人结教，人看就会物件。简单讲起来，伊无较进步，拢来讲了。所以经文就来你讲哦。若有若知无境界，当正意义如虚空。远离妄想及诸处，立心所向该无碍。这来讲就是讲，伫咱修学课内底当中，你今日若知佛的境界，当正意义如虚空。甲你讲较